你是劳碌还是劳碌？忙忙与碌碌，到底我们学到了什么？
在忙中回来，在忙中痛苦，何时才能从这些忙的痛苦当中得到一些小小的礼物？
更加
全都可以说，人不好过，只要你爱心够，耐心足，你有路到永远。幕后每个人都有一种生命共同体，是什么呢？他的不好就是我的不好，我们不能把别人跟自己画得太清楚。要是这样，除了的东西拿不出来，东西拿不出来，怎么做小气功呢？路人成全人，没有屁股，就是真诚的心，无私的心。你要用关怀与行舍来行这条菩萨道。
就是内功专修外功行，要内功圆外功，否则就是独善其身，这有点可惜呀。修行可以借外功来磨去怨嗔恚，让自己的身心内外都不再纠缠，真知真行，好好的修道，好好的圆满每一份缘。树立好的典范，你自己要先树立一个好榜样，别人才能够依循着你。当你受到批评时，要谦虚的接受。收到赞美的话，要更加的战战兢兢。希望我们都往自己的内心看，不要尽往外看别人的不好，因为咱们要广结善缘，才能行道。而广结善缘的方法，就是要我们伸出爱心的手，让我们的关怀与祝福，能让众生体悟得道，众生才会主动的与我们接触。这些都是要付出我们的心力才能达到。徒儿们，今晚在此一别，愿我们好好珍重，期待
介绍自己。